台北的一个饱餐厅响逼出那像是食物中毒的案件。疾管署今仔日公布73个人的检验结果，当中有9个人拢验到诺罗病毒。到底是实在，也是有人带病毒，也搁要等待检验来厘清。疾管署也表示讲，顶礼拜有要甲17万人因为遭北就医，这是5天来降低的新冠记录，所以提醒民众都要接用湿文来洗手，注意卫生。 有名食个饱的餐厅响信义美丰店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，餐厅12复业。卫福部疾管署14公布初步检验的结果，当中采检73个人，其中有9个人验出诺罗病毒的感染，其他的检体搁在检验，到底是实在还是人员造成传染，搁会等其他的环境检体和检验出来，才比对才会当厘清。 大概是有9例呢，有检验出诺罗的一个阳性的一个个案。那其他的一个检体呢，我们仍然持续在做检验当中。疾管署讲做流行病学的调查，发放问卷的时阵，发现讲1月初5到初7之间，当中有77个民众到响食自助餐了后，是感觉身体无爽快，其中以吐、落巴肚和想要吐这镜头占6成到7成，发烧有2成，巴肚胀无爽快嘛有1成4。对造成人客身体无爽快，响兵集团嘛发声明讲，拢会互因慰问金，也是补偿顶夜的餐费，嘛会补偿医疗费用。后壁继续等调查结果出来，但是需要赔偿，会启动相关保险的理赔机制和定书，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。消保官已经要求享宾公司要依照所提的方案确实办理，逐一关怀客户，重视客户的需求，逐一解决客户的争议。 疾管署提醒讲，顶礼拜国内闹巴肚问急诊就诊，加起来是有16万9千多人次，是最近5年同期上悬的，而且最近是一直起的趋势。最近4个礼拜拢总是接到194件闹巴肚群聚通报案件，嘛是最近5年同期上悬的。发生的场所是以餐饮礼俗业上多，病原体检验阳性的案件有92件，以验出诺罗病毒上多。提醒民众旧历过年就要到啊，出去佚佗食饭的时阵，是便锁起了，食饭进前用湿文洗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